你怎么那么重啊？重的跟猪似的，累死我了你！好险啊！你那些侍卫太没经验了吧？树林里有埋伏都不知道，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，走吧。龙小弟！龙小弟，龙小弟，你没事吧？你个笨蛋，准是吸了毒烟了。龙小弟，龙小弟，你醒了，没事吧？老大，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。做什么梦了？我梦到有一个美人在亲我。不正经，一醒来就不正经，是不是？老大，我呼吸不过来。你又怎么了？这装的还是真的呀？哎，你别吓我，龙小弟！龙小弟！龙小弟！万事花颜，心中细流。你又骗我是不是？没有，老大，我没有骗你，我是真的很难受。你再给我做一下。坐。你这次是装的还是真的呀？龙小弟，你别跟我开玩笑啊！龙小弟，龙小弟，龙小弟，醒醒啊！龙小弟，重死了！你说你吃那么多干嘛呀？你哪是龙啊？你就是一头猪！你才是猪呢！割到石子儿了！你干什么？要弑君啊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累成这样，你在上面给我装昏迷啊？不是，我哪儿装昏迷了？我刚才是被你撞晕了。得了吧，你刚刚明明是醒的。不是，我本来真的是晕着的，你走路摇摇晃晃的把我给摇醒了，我正想下来呢，这不知道你这叽叽咕咕说什么呢，我就想听一下，没想到啊，你居然在背后说我的坏话，被我发现了以后，你还行凶把我扔在地上。恶人先告状啊！行，我躲开行了吧？不，哎，老大，你不是。你别生气，我请你吃好吃的还不行吗？不是，哎，老大，我这屁股坏了，我追不上你了。哎，老大，不是，别生气，你听我说，我那时候，哎，不是，老大，你考虑一下伤残人士。走开，快走，二位慢走啊！越来就走。酒足饭饱，好幸福啊！不过。我大哥跟丽萍娘娘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你放心吧，以你大哥的本事啊，至少保护他自己和丽萍安全脱身是没问题的。但是我们去哪儿找他们呀？客官慢走啊！眼下整个山西都不安全，咱们只能顺着道往京城走。要是能在半路上遇见了，那当然最好；如果不行的话，就只能在京城碰面了。也只能如此了。慢走，快点啊！钱呀！哎，老大，付账啊！我的钱都在你那儿呢。钱好像都掉在树林里了。
想混食儿，先把谎撒圆了再说。这真没撒谎，是谁撒谎了？这是吃了熊先豹子胆了。哟，哦，摆个臭架子吓唬啊，是不是？你不是撒谎，那好，饭钱付了。哎，吃饭花钱这是天经地义，这个理儿说到皇上那儿也是这个理儿，对吧？嗯，皇上来这儿也是这个理儿，的确是这个理儿。不是，这掌柜的，我没有不给钱的意思。那你给钱，快把钱给了啊！老大，要不然你先把你那个金镯子拿出来，回头我给你买几个玉。不可能！这个金镯子是我另外一个兄弟给我买的生日礼物。那日在太原帮你当了一袋粮食，后来有一天好不容易赎回来了，这才几天还没带热乎呢，不能给你。掌柜的，要不然这样，我们呢给你写个欠条，回头我让人给你送过来，我给你送10倍啊，不对，我给你100倍。哎呦，呸！还10倍100倍，这混食的我见得多了，可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。你撒着谎，小孩都不信。我真的没有撒谎，我家里真的很有钱。你别说10倍100倍了，1000倍10000倍我都给得起。掌柜，你醒醒好吧，好吧，回头真有重赏，还有重赏啊！哎呦嘿，我可等不及重赏了，我先赏你。小二，哟，还有吃霸王餐的，谁？他们俩，给我捆了，送衙门。站住！一般遇到这种情形，别跑！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想不到我堂堂大清皇帝，居然沦落到付不起饭钱，还被市井小民追着满街跑。行不行啊？这才一会儿扎了10几下了。你嫌弃我啊？这还是我第一次拿针线呢，以前都没有过。这么说，你是把第一次给我了？当然了。哦。你堂堂大清皇帝怎么能调戏良家女子呢？烦死了！别着急啊，第一次慢慢来。听不见！老大，这次回了宫以后，我一定要把这件衣服好好的珍藏起来。至于吗？不就缝得差了一点吗？你还存起来，好随时嘲笑我是吧？老大，我是跟你说认真的。我贵为天子，却被自己提拔的官员追得如此狼狈。这次出去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，所以我要收藏好这一件衣服，好时刻提醒自己做一个好皇帝。我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、提拔监督官员的制度，这样天下才能太平。说得好，龙小弟。哎呀，也不枉我昨天帮你缝衣服扎破手指了。老大，这个我们待会儿去哪儿找吃的呀？距离昨天咱们吃的那个霸王餐已经12个时辰了，我前胸都贴后背了。放心吧，有老大在，绝不会让你饿肚子。走。哎，老大，你要不饿的话，你陪我。哎，老大，看到了吗？有一个富商啊，他母亲这个月过80大寿，所以准备在这儿施粥半个月呢。哦，老大，你不让我去当叫花子吧？不当叫花子当什么？
咱们俩去酒楼当大爷啊？之前那次是运气好能逃脱，就咱俩这三脚猫的功夫，打又打不过人家，身无分文，怎么逃啊？那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现在想要脸面，还是想要命啊？那还是要命吧。小招了，小招了！还好这边的百姓都不认识我。谁认识你啊？走吧。都有，别挤什么挤啊？明明是你挤我了。我挤你怎么了？我比你爹岁数还大，就你这样子，还和我们这些老不死的抢一碗稀粥，你知羞不知羞啊你？毛蛋，再来一碗。没了啊，回去吧啊，没了。啊，没了啊，今天都没了，下次再来吧。哟，后生，你来晚了，这都没了。等一下。给。我说小后生，你可别嫌弃这碗刷锅水了，它总比一碗清水强啊，多少能沾点骨气。你不要，我要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，龙小弟？就是少了点。对了，老大啊，你喝了没？我喝了，我在那边早就喝了。我可不像你，放不下身份。我跟那帮灾民一起抢的，有时候太君子啊，会挨饿的，知道吗？老大，我怎么听到你肚子在叫啊？没有，我这是撑的，我刚才吃特别多。给你吧。我不用，我平时吃的比你多，这肉都藏着呢，现在可挺饿了。什么不用啊？拿着。咱们俩可是拜把子兄弟，说好的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呢。虽然这只是一碗粥，那也得一人一半。不行，我得想个法子尽快回京城。我要是在这儿多耽搁一天，百姓们就得多受一天的苦。这里离京城千里之远，就算走一天100里，也得走10多天呢。要是能雇辆马车就好了。雇马车啊，我问过行情了，从这儿到京城雇辆马车5两银子，你有吗？哎，我现在算是知道了，什么叫做有钱男子汉，没钱汉子难。老大，要不然你把那……公子，少一点吧，我真的没有了。没吃饭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，真是。给我一点吧。好饿，没有了。老大，你就让我把那个金镯子给当了吧，等我回了京城以后，立马让人帮你赎回来。不行啊，我这个金镯子是我一个兄弟送我的，我那个兄弟心思很重的，如果他知道我把金镯子当了，他一定会很难过的。哎呀，你自己想办法赚钱嘛，别老打我金镯子的主意，行不行？好，我知道你是故意刁难我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我挣不了这5两银子。这才是我的好龙小弟嘛，文武双全，什么都会，对不对？不过你想到什么办法赚钱了吗？
老大，你的耳环呢？哦，这儿呢。哎，你的金镯子不能大，耳环可以吧？耳环是可以啊，不过耳环不值什么钱，只能卖10几个铜板。10几个铜板就够了，走。不妥不妥啊！我认为你这个方法非常不妥。明明耳环换来的铜板可以买2个烧饼吃，你非得买这些笔墨纸砚干什么？我卖了字儿以后，你还吃烧饼啊？我给你买10只烤鸭，让你边坐着马车边吃着烤鸭回京城。吹吧吹吧，反正大气吹牛不上税。老大，你别门缝里看人，把人看扁了。我自幼好学工书，不到10岁的时候啊，这朝中诸位大臣啊，对我的字儿那是争相收藏。民间更是一字难求啊。如今我沦落在此啊，拿自己的字儿换一点盘缠，不管是谁买了，那都会当成传家宝的。是啊，你最棒，你最厉害，你是皇上，你说了算。发钱了！来客了，来领钱了！你看看，我就说了吧，我字儿有人喜欢。发钱了！发钱了啊！都有啊，排好队，几都没都有。你的，看到了吧？你的字在他们眼里还没个铜板实惠呢。哟，这幅字笔画圆润柔美，清丽潇洒，颇有明代董其昌的风范呢。在世道好的时候，应该能卖几两银子。你居然能从我的字里边看出董其昌的风范，看来你对书法颇有研究啊！不瞒2位，在下萧凤生是也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山西第1大才子萧凤生是吧？惭愧惭愧啊！哎，你是否画过一幅古道西风图啊？有啊，不过我当时送给了京城一位友人。听说此画几经辗转到了皇上手里，皇上爱不释手。怎么，你见过此画？啊，那倒没有。我有一个乡亲啊，他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朝中做官，然后我听过这个事儿而已。哦，哎，可是你为什么不卖字画，要在这儿乞讨为生呢？世道不堪，灾荒之年，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，哪还有什么闲钱买我的劳师字画呢？我又不愿攀附那些达官显贵，也就只得乞讨度日了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怪不得先生能画出连皇上都欣赏的大作来。这位兄台倒是萧某的知音呐。不过我也没有别的东西可赠，这枚铜钱我就赠与兄台，好歹也能买碗薄粥。告辞了。哎。龙小弟，现在总算知道了吧？大臣们啊，觉得你的字值钱，并不是因为你的字写的有多好，而是因为你是皇上，天子墨宝谁不想要啊？那些富商要是知道你是皇上的话，倾家荡产也会买你的字的。老大，你就别再挖苦我了。这趟微服私访，学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比在宫里边读的所有的书加起来还要多。响鼓不用重锤，那我就不多言了。哎呀，不过我要开始准备去给你赚路费了。我都赚不到，你能行吗？我，李欢，江湖就是我的天下，知道吗？我，老大，你说的不会是这个地方吧？当然，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，知道吗？走。哎，老大。来，买定离手了啊！来，当然是买双，这边当这边双啊，这边选。买定离手，来，当然是买双，看定啊！赶紧下注啊！好嘞，行。你边去！运气这么差还赌呢？来，接着来，去！我说怎么没把他输呢？原来那有个小叫花子，滚！说谁小叫花子呢？告诉你，我们小爷有的是钱。哎呦，金元宝，真有钱！金镯子。
好，有种你跟本少爷赌。好，赌就赌。好，来。我的，拿上，我们的。再来，再来，老大，算了，见我就收。哎呀，我正玩得兴起呢。老大，好，那个，最后一局了，小爷没时间了，最后一局了啊！最后一局，行，快压了，快压了，全压上，一把定翻回来，一把定输赢。对，好，没事，给我，一把定输赢。对，来，豹子来啊！豹子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小爷这骰子还没摇开呢。开啊！倒是开啊！对呀，你还能开什么呀？等着啊！来，随便来啊！开呀！真是要开就开！快开呀！看好了啊！怎么是石头呀？抢什么？都是我的！抢什么？这仨骰子怎么可能要出19点啊？你出老千啊？不是，肯定出老千。对呀，我又没多一个骰子，这是小爷的本事，自己没本事还怪我，有你这样的吗？不能算这个，这肯定出老千，咱不能让他走。这把不能算，再来一把。哎，官兵来抓赌了！几10两呢，这下好了，我们不仅雇马车的钱有了，吃饭的钱都有了。老大，你真行。那当然了，要不然怎么做的你老大呢？哎，拿过来啊！这些钱都是我挣的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哎，行，算我欠你的，回头我就还你，行吗？还我？我的利息可高了，你还得起吗？老大，你可不要趁火打劫呀！趁火打劫？全天下哪有你这个皇上厉害啊？大明内乱，你们大清趁机占领了大明的整个江山，老百姓刚刚经历了战乱，想过上几天安生日子，可你们呢？朝中权贵搞起了圈地，各地的官吏争相设置各种关卡，变相收取各种赋税，你们这才叫做趁火打劫，一本万利的勾当呢！我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龙小弟，其
其实这就是我要的利息。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：消除权贵特权，革除积弊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这个利息我一定还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盖章。没有，错了没有？行好，这口吃上这儿。慢点啊！哎，陆小弟，你干嘛呀？赶紧姑娘车回京城吧，别再节外生枝了。这不刚好路过吗？我这辈子就没吃过霸王餐，咱们还是把没付的钱给人结了吧。别人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啊。龙小弟还挺好面子，老百姓就怕皇帝不要面子，随便天下骂声一片，民怨沸腾，皇帝却装聋作哑听不见。放心吧，我这次出宫啊，这心也算是真开窍了。哎，走开走开！来，两位客官，哎，请。掌柜的，这是上次欠你的饭钱，够吗？哎呀，二位，你们客气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是不是没想过我们会回来呀？哎呀，哪能啊！二位都是正人君子，肯定会回来。按照我的做派呢，就像你上次那么奚落我，就可以抵了这顿饭钱。不过呢，我小弟为人正直，非要拉我回来还你钱不可。哎呦，是啊是啊，哎，二位爷，不是小的粗俗势力，小本生意都亏不起。这么着，我再请二位用一餐，算我对你们上次那个赔罪，你看如何？不必。哎，可以，有酒有肉。老大，吃白不吃嘛？不是你，没事儿，人是铁，饭是钢嘛，吃饱以后再上路啊。万一一会儿路上想买好吃的没有了呢？而且你看老板人家多有诚意啊。就是嘛，哎，赏个脸，二位赏个脸啊！哎，小二，快，请二位爷楼上上雅座。哎，好，哎，这边挑雅座啊！哎，小心落地。哎，慢点。啊！好，去。饿了2天，总算能饱餐一顿了。龙小弟，你现在终于知道了吧？为什么我这么贪吃？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总挨饿，吃完上一顿，下一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吃了。我总想着，可着一顿饭使劲吃，使劲吃，这样就不会挨饿了。我明白了，老大，你就放心吧，以后我再不会让你挨饿了。不光不让我挨饿，你要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不挨饿。好，我努力，尽量做到。老大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该过辆车回京了？可以啊，我们要把这些点心都带上，饿的时候可以吃啊。也是啊，这里的旱情虽然没有太原的严重，但是估计路上要买到吃的也挺难的。来，再吃点。铁捕头，就是他。掌柜的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上次的饭钱我们可结清了，这顿是你刚才在底下说你请我们的，不就一顿饭的事儿吗？那我们给你钱还不行？你报什么官啊？二位爷，这就不怨我了，你们这胆子也太大了。既然巡抚大人已经全省通缉你们，还敢上我这酒楼来？哎，想不到我身为大清皇帝，竟然被自己任命的官员通缉，惶惶如丧家之犬。下一章。果然是他，给我拿下！铁卫公，住手！你认识我？我虽不认识你，但我知道你是谁。你做了20多年的捕头，破获无数刑案，抓过无数盗匪，屡受朝廷的嘉奖。去年你因公致残没了左手，
皇上特意恩诏，命宫中的能工巧匠帮你打造了这只可以伸缩的铁手。你怎么知道我这铁手是皇上亲自下诏打造的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？你是巡抚大人下令通缉的要犯龙三。那你可知巡抚大人为何是要通缉我？当然知道，假冒钦差，伪造圣旨，勾结牛角寨的山匪，打劫官粮官银。铁卫国，你误会了，这通缉令上的案情另有内情。我乃是真的钦差，是皇上下密旨让我来山西公干的。公干？我铁某办案无数，不肯认罪的犯人见得多，但没见过你这么负隅顽抗的。巡抚衙门都已经定了罪，发海捕文书通缉你了，你还在这满口跑马。我告诉你，有什么话好好随我回衙门说。